继续来到高雄，这几天吹东风，日夜温差真大，空气中相对的湿度增加，局部地区起大浓雾。除了能见度真歹、看袂清楚之外，污染物嘛散袂掉，空气真歹。要提醒大高雄的乡亲，尽量莫出门去活动，若要出去，上好挂喙罨。原本会当看到远的茶山，不过即摆看过规片安尼雾雾，等来到市区最悬的所在看落去，同款是。规片的高雾，能见度非常低，就算一头出来，这温度升悬，雾也是散了非常慢。这款的状况是近期的气候影响。辐射冷却然后使得空气中的水汽凝结成云滴或者是雨滴那表现出来就是我们看到的低云或者是雾。除了早市大雾，空气品质嘛真歹。高雄12个空品监测站只有南仔溪微浓是普通，其他凤山10个测站拢是柑仔色到红色的警示点击。这几天的盛行风向的话是吹东风，南高屏，因为是位在这个东风中央山脉的这个背风面，所以产生的这个扩散条件不良的一个情形哦。这款的垃圾空气持续到1月初1以后才会转好，提醒民众注意防范。敏感族群或者是抵抗力比较较弱的，建议减少体力的消磨，甲户外活动。外出的时阵嘛一定爱挂喙罨。